家好，我是民主，本样数款高高讲学问。今半夜到到了桥屋桥洞的临时家庙，看有乜嘅好东西，做得老大家分享吗 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看我今半夜做到酱酱，你就知道我要做信用了。像这个呢，中文呢就是叫做蝉花。如果说呢你当新娘子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它来当美丽的头花喽。可是这到底该怎么做呢？我们来请问一下老师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跟大家讲 Hello。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就是蝉花吗？对。哇哦，客家传法是用纸，用含有线、含有铁丝走出来的艺术品。哇，而且有非常久的历史了。所以我想请问一下，大家应该都有当过新娘哈？有，大家。你没有啊？俺男人有，你帮有哦。咩？俺男人来有做过新娘啦。那做过新郎吧？啊，有。好。但是说，如果新娘子啊、信用了呀，那要拿来当走来头发，这样就要怎么样来戴呢？老师？通常会用发簪，对，我们会用发簪，然后直接用擦的方式。那老师，你可以帮我擦吗？你擦这边好吧？安静哦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信用才会头发嘎动酱哦，好吗？好。安用有酱吗？有。谢谢。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来学吗？走的。耶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蝉花真的是客家之宝哎，在这里呢，明珠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新单词哦。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新娘。信用，第二个就是头花，头发，第三个我们一起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新娘穿了头花更加美丽了，信用插的头发嘎动酱，信用插的头发嘎动酱。下一次你也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客家的蝉花到底有多么美丽吧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